逸轩，你看这个床多好啊！是啊，而且这个床摆在我们床旁边，特别适合吧？我们生下的孩子一定大，这个床能装下吗？你看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推车还可以折叠，特别方便的。哎，不错哎。嗯，你推给我看看。哎，我试试。我来看看啊。我走喽，晒太阳了。哇，挺有好爸爸的样子的。逸轩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你看，现在小孩的衣服真可爱。真是挺可爱的。这好像是女孩的吧？你哪知道我们生的是男是女？那你想要男的女的？是孩子都行啊。婚后的生活过得既简单又踏实。奈梦最大的愿望是早一点当上母亲。我们俩都沉浸在对新生命的向往中。爸爸，你看，贴哪个？这个吧，小熊维尼，男生女生都喜欢。贴哪个？往这儿。往这儿。太多了。那儿，觉得呢？往那儿。不帮忙还一不管。哦哦。放开我！啊！小孩子的房间不可以这样做。林一轩，林一轩来了没？啊，来了。去取经库取个样品，做个检查。取经室。直走，左转。那，医生，我需要取多少？有多少取多少。啊。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奈梦一直怀不上孩子，所以，我们俩去了医院，做了一次详细的体检。有多少取多少。哥们儿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这地方太孙子，太他妈坑爹了。我不行，你行吗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。你有手机吗？带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手机上有图片什么的，帮哥们儿启发启发。谢谢，我帮你找找。谢谢。
就他，我对着他行。这胡闹什么呀？这他妈是我老婆。对不住啊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你怎么这么慢啊？啊，那个遇了点小麻烦。啊？什么麻烦？没事。你怎么样了？做了检查，现在就等报告了。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确实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导致不育。什么？没事，没事。是哪方的问题？是我的问题。您之前是不是有过比较严重的外伤？你还好吗？爱宝，爱宝。